各位平安。小等咱的聚会也要紧要来到啊。大家拢知今日是过活节，过活节对咱基督徒所代表的，毋是干那一个节日，是代表一个咱因为安尼信靠主耶稣基督，咱得到永生，得到过活。这时我要请大家，跟我做伙，打这条“我愿你来”。这条歌是咱小等聚会当中，牧师讲完道理以后，咱要回应的一条诗。因为这条信息大家无真熟，而且是国语的，所以说即马请大家跟我做伙来唱这条“我愿你来”。今年这边只要能够会唱的话，尽量唱大声一点，因为这条是国语的歌证明这是了，说是了，我必快来。阿门。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洁白上羔羊，在宝座上，耶稣。荣耀尊贵感谢，都归于宝座耶稣。神在，神在，真神羔羊耶稣。神在，神在，真神羔羊耶稣。记载，记载，永在。全能之上帝，上帝，快要再来君王，主啊，我愿你来。神羔羊耶稣，尊贵，尊贵，真神羔羊耶稣。阿门。
谢主。我想此时此地，咱所有会友伫遮，我希望大家拢有一个心。咱今日来遮敬拜，来遮礼拜，毋是咧过节，毋是敢若咱过年咧过节相共。今日是咱国活咱的生日，因为主耶稣基督头拄讲的，伊来拍你的心门，伊在问你讲，你愿意接受伊无？这个遮大的礼物，对咱人生是真大的改变。所以咱绝对袂使大家咧当作敢若咧过节相共。过去的一礼拜，主耶稣受难，为着咱的罪，顶是十字架顶。伊为着是啥物？伊来到世间，毋是要做君王，伊是为着咱的罪，为着咱的因心来到这世间。伊毋是为着家己，是为着咱。所以，希望今每一个在座的基督徒，每一个会友，咱今日拢抱着感恩的心、感谢的心、欢喜的心，因为咱信靠主，咱有够活。这是咱安静的心来开始今日的敬拜。万国啊，恁着阿罗耶和华；万百姓啊，恁着称呼伊，因为伊要对咱施大慈悲爱。
耶和华的诚实永远伫地，恁着学了耶和华，请咱起立。这是咱要用新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这是请咱同心来祈祷。哈利路亚！我主基督赢治死亡，伊的权势已经过活，但伊已经实现伫世间来看见，互咱看见上帝的荣耀。照以利亚先知所记载讲，这个人要来到世间，担当咱的忧闷，背咱的苦叹，担当咱的刑罚，互咱得到平安。伊要受鞭拍，互咱得到医好。世间的人，拢要因为伊安尼来得到拯救，也要因为靠伊的名来得到帮赞。主啊，愿知耶稣基督，伊要来到世间，不但是显明上帝你对世间人的疼，也要实现上帝信实、公义甲怜悯。伫耶稣基督身上完全来显现，但愿你的平安、你的喜乐归伫伊世上所欢喜的人。愿将一切拢献上伫这个顶面，也听阮的祈祷，互阮伫圣神的引带顶面，增加来宣扬主你国活的日，互代代相传。也愿世间有和平的日子。互国甲国会当三甲好好，互阮会当因为安尼来看见上帝你的疼，伫世间来行道，互咱的疼也会当行伫上帝的公义，互心存怜悯甲谦卑，甲咱的上帝相同行。伊就要用丰盛的免流来祝福伫咱的中间，互咱的子孙代代生传。也代代享受你所赐的丰收恩典。但阮也将这个你所讲过的应允谨记在心，愿主你看顾也接纳阮的祈祷甲奉献。阮来同心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学老，咱要请圣歌队来赞美。今仔要赞美有3首的歌，伫咱的荧幕上面，请咱来做伙来看。
就是咱要来看圣经记载伫以赛亚书第9章第2至第7节，请咱做伙来看。第2节安尼讲：行伫黑暗中的百姓看见大光，徛起伫死荫的地有光照因。你互即个国民济济，也加添因的欢喜。因伫你的面前欢喜，亲像收割的欢喜，亲像人分所抢的面迄号的快乐。因为伊所背动的担，甲经头顶的拐，以及压制伊的锤，你拢甲伊压制，亲像伫米甸的日一样。因为交战中穿甲的人的军装，甲过伫血灰的内的衫，拢要受烧，做香火的柴。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有一个囝想侍咱。伊要负担国政，伊的名称作奇妙无私、全能的上帝，永远伫地的爸，和平的灵君。伊的国政甲平安要加添无穷尽，就是伫大笔的宝座甲伊的国，要用审判公义来建立伊、保护伊，对担到永远。万军的耶和华热心要成这个事以上。这时咱要正道。咱有缘请咱周牧师来正道，今仔的题目是耶稣基督已经过活。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主日快乐。耶稣已经过活了，阿门。当咱即马回想耶稣基督，为什么伊会国活？因为这是一段记载在圣经内面一段故事，但是这毋是干那记载在新约，这嘛记载在旧约。所以拄仔师会甲咱读的即部分，就是在旧约内面，咱定定有读过，但是毋知影，或者是讲毋明白着即段圣经在，就是咧讲耶稣伊来的代志。所以下面我要用华语来甲大家分享，咱安怎了解到耶稣，伊是对旧约到新约，伊是对头到尾，伊是阿拉法，伊是欧米伽，伊是咱一个敬拜上帝，而且礼拜到咱的人的世间啊，即时阵为着咱人的罪过，伊定伫十字架顶了后，国活，即个国活才是咱今仔日纪念伊的一个真实所在。所以，我用华语来讲，那这一段经文，那我们通常读的都是第6节。第6节我用华语来读一次：有一个婴儿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将赐给我们，他要来统治我们，他将被称为奇妙的导师、全能的上帝、永恒的父亲、和平的君王。当我们读到这几个称号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跟耶稣基督联想在一起，但不多时，我们常常都以为好像这只是讲到旧约的一个人物。所以这整段经文，当我们在读它的时候，我们今天从2节读到第7节，我们看到第7节，他的王权将继续增长，他的王国永享和平，这讲到就是未来式。他要继承大卫的王位，他以公平正义为统治的基础，从这个现在到永远，就讲到的是未来。所以呢，我们看到在这样子的一个旧约里面启示的君王，从过去到这个耶稣的那个时代，以及到我们的时代，以及到未来，他都一直要做王到永远。所以现代中文译本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经文，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到经文本身里面隐藏的这个文理是什么。它在说明大概680年前，也就是公元0年的那个时候，耶稣呢，他诞生的那个光景，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生在伯利恒城，而他只在地上活了33年多的时间。
当他活了33年多，他实际的传道、实际的讲解福音，也不过是3年多一点的时间。但是呢，后来他被他的同胞犹太人给送上了十字架。当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故事，可是我们不多了解到他为什么一个宗教的教主要上十字架，要死亡。通常我们一般只以为耶稣好像死了，可是呢，复活跟信徒有何等的关联性，我们并没有那么清楚的了解。老的基督徒大概知道，复活是为我，生命为我，信我的人永远不死。这个能够这样子的一个信心在我们的心中产生，那永远活着就是我们的盼望。所以呢，这是这个比较信的主久一点的基督徒应该要建立起来的一个观念。可是呢，这些新来到神面前的人，我们知道那个复活跟我到底有什么瓜葛，有什么关联吗？所以这个故事不只是基督徒，就连非基督徒，我们平常耳熟能详，但是对于耶稣跟我的关系，我们不太了解。当我在神学院的指导教授，他讲到了一个关系论的时候，让我就思考到，我们到底要跟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发展什么样的关系？所以这种关系，若有关系就没关系，可是若没有关系，那就大有关系。所以我们就来看《使徒行传》在这里讲到的那个使徒彼得。使徒彼得呢，见证基督的复活，在《使徒行传》2章22到24节里头，我来读给大家听。这里彼得引用旧约的约珥书，他说：“以色列人哪，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已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这一句话最后一句更为重要，原不能被死拘禁的神已经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可是死能够拘束他吗？死完全不能拘束这一位超越生死的耶稣基督。所以今天彼得用这一段话来过去向犹太人说明他的老师耶稣的身份。他说，上帝借着耶稣在地上施行了许多神迹奇事，证明耶稣就是神，就是那位被差来到地上的神。但他到地上来，除了行神迹异能之外，更重要的是按着上帝的计划，被那些不法之人，也就是被那些有罪的人钉上十字架。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奇特的，无罪的人被有罪的人钉死十字架，那是一个什么样的道理？除非一个能够解释得通，就是那个无罪之人心甘乐意被钉死。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一切在十字架上他所说的终结在最后一个字，成了。那表示他的计划到了那一刻完全的实践了。所以我们就看到那个完全的实践是代表过去旧约他还没来之前，神的预言要这么做，到他来到地上，他确实照着神的预言这么做了，所以才会叫成了，而不是完了。当他用成了这两个字来表达他做的工作在这样子的时刻已经完全成就的时候，接下来的他跟你跟我就要发生连结的关系，不然我们今天纪念的到底是谁？所以当我们今天纪念的是那位说了成了的那位，那么因为他的死就是为着他要活，
所以今天他一定是复活了，而且确实按着圣经所记载复活。那个复活才会带来我们跟耶稣的一个实质上的一个实在连结关系。所以耶稣他是不能受到死亡的拘禁，他不能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有罪之人的判定。所以有罪之人应该要在上头十字架上挂的，结果今天是他为我们挂着。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与他连结的一个原因所在。我们本来要在十字架上挂着，今天是耶稣替我们挂，这就是基督信仰的核心。耶稣替你替我，代替了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今天是因为耶稣的替代，我可以暂时不上十字架。可是他说他上十字架目的是为了要复活，复活是为了要让每一个信他的儿女跟他连结，以至于能够产生出复活的信心跟动力。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复活，他战胜死亡，他复活的这样子的一个原因。基督教的十字架就是一个复活的记号。我非常喜欢基督教的十字架，因为上面没有耶稣，上面耶稣已经复活了。可是呢，天主教的十字架上头有耶稣。那不是说我不喜欢天主教的十字架，而是呢，基督教的十字架更是能够代表这样子一个宗教的意涵，就是耶稣已经在今天，他不在十字架上面，他在哪里？他在每一个信徒的心里面，因为他已经复活了，活在你我的心中，这是他的记号。所以不是纪念他的受苦，乃是纪念他的复活。我们呢，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可以毫无恐惧，因为我们所信的耶稣复活。所以他的复活，你若跟他连结，那是不是代表你可以不怕死亡？你可以因为有他复活在我的心里面，我就能够超越那个死亡的恐惧，我也跟着他一起复活。所以这个就对死了的人来说是多么大的一个祝福。那这个祝福是在哪里？圣经用得很清楚，死了不是死，死了是睡。所以睡了的人一定会醒来，可是死了的人那一定醒不来，因为一死一了就白了。可是睡的人就不一样。所以今天在信耶稣的人身上，我们没有面临到死，我们面临到的是睡了。我们面临到每一个人都要睡，有时你在地上睡，有时你地上睡够了到天上去睡。但是呢，当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刻，所有这些睡的人都要醒来，这是启示录跟我们讲的。所以呢，让我们毫无恐惧，乃是我们纪念的就是这一位他已经为你为我复活的耶稣。他的复活令我们在地上就有胜过死亡的确据。所以主耶稣复活带来信他的人有这样子一个得胜的盼望，有与他一同作王的盼望。主复活之后，他登基作王，带来那个盼望。所以我们的信仰就是一种盼望的信仰，是一种得胜的信仰，是一种恩典的信仰，也是一种充满祝福的信仰。所以跟你隔壁左右说，因着信主，我们都有恩福。这个恩福从哪里来？从我们跟耶稣的连结而来。若你没有连结，你的恩福就不在你的信里面，你所信的康康就是空的。所以我们呢，要跟耶稣连结，才能够让我们从信那里得到那个恩福。那个恩福就是永远不死。那个永远不死不在于你我现在的状态，我们现在都会死，我们是肉身之躯，乃是因为信在基督里，让我们不用面对死亡而恐惧，超越了那
跨过了死亡。所以那样子的一个登基复活带来盼望，就是让我们在以赛亚书40章11节我们看到的，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我们就是在耶稣的怀抱里头，我们就是那个小羊羔，我们被抱在他的怀中，我们可以安然的躺卧，我们不需要担忧外面的风雨，我们不需要担心豺狼虎豹，我们安然的躺卧。你现在有没有想象一下，你躺在一个大有能力的膀臂他的怀中，外面的事物都没办法侵扰你，你睡的是那么样的安详，因为你知道主基督已经把你抱在他的怀里面。所以每一个人，我们能够让我们安详，让我们能够释放，乃是因为有一双大能的手把我们揽在他的怀里。所以当我们被揽在怀中的时候，我们就像那个已经作王的基督，他带我们，他在我们的这样子的周围环绕着我们，用他的膀臂来拥抱我们，我们在他的怀抱里是非常非常的有盼望的。所以这种盼望来自于信，信来自于连结。如果你没有跟耶稣连结，你的信好像软趴趴的。如果你跟耶稣连结，那今天复活的他就是复活的你，因为你已经与他同定死十字架，并且同活。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要享受的是与耶稣连结之后的生命，而不是旧时候那个老我的生命。所以在约翰一书第4章第4节里头说，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世界上的更大。所以那个世界是什么？算不得什么，因为在耶稣基督里，他已经让我们胜过这世界。所以疾病算得了什么？疾病呢，它只不过比如说感冒 COVID-19， 它能够杀得了我身的，没有办法能够让我突破这样子的一个限制，唯有基督才可以真正让我突破这样子的一个 COVID-19。 那肿瘤算什么？肿瘤只不过是身体上的另外一个细胞而已，这个细胞隐藏在我们每个人的人体之内，直到有一天它跳出来，直到有一天因为外力，因为内在的种种因素，它呢爆发出来，影响到我们其他的细胞而已。所以呢，肿瘤不过是一个细胞，在你里面的，让你不但能够胜过这一切恶性的肿瘤，让你还享受到千山的羊，万山的牛，让你享受到是蛮有盼望的。我呢是一个医学之友会的理事，各位看到的这张图就是这个医学之友会的主人翁，叫廖永祥医师。我怎么认识他的呢？就是在1999年我从日本回来，那时候进到神学院去的时候，我第一个实习的教会叫台北台福教会。台北台福教会那个时候呢，我在台福教会是神学生，那就遇到了这个廖永祥医师，他跟我同年纪，然后呢，他也刚从美国念完博士回来，他在去美国之前已经在台大医院看诊了一段时间，然后呢拿到了学位回来，本来是很高兴的，结果回来没多久，发现他身体上染了他自己专业里面所最严重的那个不治之症，恶性肿瘤。他的专业是肝胆肠胃，结果他发现他的肝中心那个肝的背面生了肿瘤。那个在他的专业医术里头讲说，那样子的一个部位发生肿瘤，大概生命只有半年。而且呢，现代的医学没有办法能够进到那个身体的内脏里头，把肝翻过来，然后处理那个问题。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解决的一种
好像不治之症。那个时候的他就心灰意懒，觉得他读了那么多书，他做了那么多的研究，好像研究出人的这最艰难的这样子的部位的医治之后，他发现到他自己感染了那样的疾病，所以他就在教会里面感觉到非常的灰心丧志。那个时候我遇到他，于是呢，我就邀他说，这个廖医师，那这样子好不好？我跟你一起，我们来这个读经，我们来祷告，我们来经历上帝。结果他想一想说，好吧，死马当活马医，我就开始跟他每一个礼拜，我们约在台大校园，在那边我们一起读经，一起祷告，还有一起骂上帝。为什么说要骂上帝？因为他每当祷告到一段时间没有盼望的时候，他就抱怨上帝。当他抱怨上帝的时候，我也阿门，我说为什么上帝，你为什么要让这样子的一个好医生，这样子一个温文儒雅的医生，才刚拿到博士学位就判他死刑？结果骂完了上帝，我们一起痛哭流涕，一起悔改，然后最后我带着他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神。我们好几次这样子做，好几次在台大校园里面就看到有两个男人要痛哭流涕的，然后在那边这个不知道做什么。但是1年之后，他仍然活着，而我离开了那个教会，去到其他教会实习。再过不久，我就听到他回美国找他的教授，做最精密的这样穿刺，用酒精滴入法做穿刺啊，这个我也不懂。但是呢，做这样穿刺呢，好像是有效。后来又看到他回台湾，继续在台大医院看诊，然后呢，在下了诊间之后，就在台大医院组织了一个那个肝癌病友会，然后以这个病友的身份来勉励那些患肝癌的这些人要坚持，要有毅力，要对神有信心。也就是说，他用他自己的身体来做福音的工具，来传扬福音。因为这样子的关系，他多活了6年。6年之后，我接到一个消息说，他终于被主接走了。当然我很难过，我去到他的丧礼的时候，我很难过。这样子的一个好的医生，就这样子就生命就没了。可是听到他的学长学弟们在诉说他在台大那个时候怎么样以病友的身份关怀这些疾病的人，我就心里很感佩。我说主啊，我很有荣幸能够跟这样的一个医生陪伴了他将近1年的时间。后来那些他的学长学弟就为他组织了一个医学之友会，然后我也被找去担任创会理事，直到今天。那当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医学之友会，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协会做社会的公益事件。每1年我们会在各个这些场合，有些是教会，有些是学校，我们来举办公益的医学讲座，然后也资助某些这个清苦贫寒的这些学生。所以你看，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可是如果这粒麦子能够在地里死，而且死透的时候，它就会结出许多的果粒来。这是圣经一再让我们听到、让我们读到的话，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死，我们需要死，我们而且要不怕死。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跟我连结在一起，使我超越死亡，使我能够免于这样的恐惧，而且因为我的死，要结出更多的果粒出来。所以这位廖医师，他今天虽然骨头埋下去已经化成灰了，可是今天的他那个德泽仍然在这个地上啊，在台湾各个地方能够听到他的见证，能够看到他所留下来的那个德方。这个就是我所认识的廖医师。所以
服侍廖医师的过程，让我深刻体会到廖医师所信的这耶稣是一位超越死亡的耶稣。当廖医师还活着的时候，他自己感染了这严重的病，这个病活跃在他身体上面，但是呢，他却活跃在病房当中，所以死亡拘禁不了他，那病魔也没办法把他打倒，因为他里面有永生的上帝。所以这个连结，这一段历史让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一旦廖医师被主接走了，他更是继续将他为病人这些病患牺牲奉献的精神延续到他的后一代跟所有他的病患身上。所以今天他留下来的两个女儿，一个念到这个台大的研究所步他的后尘，另外一个在政大念研究所啊，然后这个留俄国啊，都是非常的优秀。然后他的太太今天也奉献成为传道人，在长老会里面。所以一粒麦子，我就感受到落在地里死透了，结出的就是全家的果子。所以当我们知道这样子的一个见证就在我们的当中，不是那么稀少，而是那么样平凡，但是在平凡当中却非常的珍贵，像光一样照明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看到相信基督复活的人就带来我们胜过罪恶死亡的权势。所以如果一个人不相信死人复活，那他就很难相信基督也复活。过去的这些撒都该人就讲没有复活，如果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么传讲耶稣就变得毫无意义。而且我们有没有想到，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被欺骗了2000多年，所以这2000多年来，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要去找基督没复活、死透了的证据。可是呢，历史告诉我们，这些找寻基督没复活、找寻基督真正死透了的那些人，一个都没有找到。然后呢，有很多寻找这样的基督没有复活证据的这些人，后来都变成了基督徒，因为他们找到的是复活的证据。所以这些复活的证据不是只有他们找到，是圣经里头就明明写着，而不信圣经的人当然找不到，但信圣经的人就在的体验圣经上的事实，今天成为了你我的信。所以信是什么？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当我们看到耶稣已经留给我们是那个空坟墓跟无穷无尽的那个信的盼望，那么我们就在跟耶稣连结的时候，我们相信基督他不但复活，而且福音的信息他就是带着盼望的。没有一个死而复活的基督，那么传讲基督就毫无意义。所以马丁路德就是这样子，他告诉我们，当他认识了基督，与基督连结在一起的时候，使他的信仰活泼过来，使他再也不感觉到恐惧与死亡，因为那个已死的基督复活在他的心中。所以带来的就是，如果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么基督徒的信心毫无价值，最后就会沦丧在罪里面。而路德所经历到的是一个复活的主，使他自己原来在罪中被经历过翻转，让他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改教家，让他成为一个这个发现真理的一个神学家。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认知，就带来后面你我们可以透过这些属灵的伟人、属灵的前辈，让我们更接近那个复活的基督，让我们更享受到那个在他怀中被宝宝的羊羔是多么样安稳，多么样的温柔，多么样的释放的感觉。所以
如果撒旦跟他的权势真正被基督胜过的话，那么基督就可以赐给凡信他的人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启发，让我们知道基督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在我的心里面，让我虽然还有那个老我，可是新我不断的产生。当新我不断的产生，就把我们里面的这个败坏、罪恶、过犯都一并移除出去。可是那个移除是现在进行式，而那个胜过是那个完成进行式。所以耶稣已经胜过那完成式，并且持续要再得胜。在谁的身上得胜？就是在你，在我，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帮助我们，让我们与他连结。那个连结是完成进行式，也是现在进行式。当想到耶稣，就要想到我跟他是连结的，我跟他连结的那样子一个线，一个电缆，是连得很紧密，不会中断的。当我们有了这样连结，我们就不断的对付我们里面的这些老我，那些软弱，这些败坏，这些罪恶的辖制。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对付，就会带来我们对于整个信仰，对信仰更深一层的体会。所以启示录第一章第8节说，神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们的主是作王的主，是掌管病毒的主，他能够将病毒踩在脚下。神能帮助我们每一个产业都能够因为被保抱，所以不用害怕 COVID-19， 不用害怕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变化。我再提一个见证，我参加一个宣教机构。这个宣教机构上个礼拜我说到，有一个宣教士，他在乌克兰买房子之后，在乌克兰他接待这些难民，他离那个边界大概只有30分钟的时间。他现在呢，整个家里住着60个人以上。那前几天我们聚会的时候，就从他家传来的一个消息说，他们呢快没有粮可以吃，快没有粮食。但是呢，才说完没多久，他们就发现到有那些善心的人士发现这里竟然有这么多人，就一车一车的把那个粮食，有些是从国境之外车子运过来，再给他们，让他们家马上就满满堆放了很满的粮食。所以他就继续的在收。现在呢，他们不但楼上睡满了，楼下睡满了，凡可以安歇的地方都躺满了这些患者，或者说这些难民。所以就让我感觉到这样子的一个人，他是一个不怕死的人，他是台湾人，但是却在这样子的一个战争地方，他把自己摆上，他就在经历上帝。当他在经历上帝的时候，上帝就保护他，让他所需要的全部都被供应。所以我那时候就感觉非常感动。换作是我可能还没有那个胆子去到那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害怕，我们每个人都会胆怯。可是呢，当神的灵在我们的身上感动你我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除掉心中的害怕。因为他说他是阿尔法，他是欧米伽，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他在，你有什么害怕？因为他在你的里面。所以我们的主作王，这是已经的事情。我们的主掌管世界的病毒，这是现在过去一样他做的事情。他能够将病毒踩在他的脚下，他就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关关难过，关关靠主得胜而过。阿们。
所以我们今天当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庆祝纪念的一个日子里面，我们就要知道，我们里面要先做一件工作，做的是拆毁的工作。拆毁什么？拆毁我里面的那个老我，然后再做什么？求神帮助我重建那个我里面的新我。所以新我要怎么建造？必须要老我不断的拆毁。所以让我们就可以一起在这样子一拆一建的过程当中，使这样子一个拆建，我愿意拆毁，神就来建造，让我不断的拆毁自己的老我，神就不断的建造堆叠那个新我，使我能够越来越就近耶稣，越来越像耶稣，像天国的儿女。所以让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我们来呼求这位神，他仍然作王，而且呢，我们就满有盼望。当他仍然作王，我们满有盼望的时候，我们就有荣耀，因为这个十字架已经从羞愧的这样子的记号转变成为荣耀的记号，而是得胜的一个记号，并不是受苦的记号。所以复活是得胜，而不是羞辱，因为耶稣已经翻转了那个羞辱。他今天得胜在十字架上，他今天也让每一个信他的人因着十架，使我们里面能够重新有得胜的那个确据跟荣耀。所以当人对神产生了这个盼望，对上帝所说过的话产生了信心，这才是耶稣为你为我从死里复活真正的目的，使我们能够跟他永远的连结在一起，紧密的连结在一起，就像羊羔被他宝宝躺卧在他的怀中那么样的释放。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过复活节真正需要抱持的一个心态。让我们用一首诗歌，我愿你来回应这样的复活节所带给我们的这个纪念意涵。启示录22章20节说：“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圣洁被上羔羊，在宝座上，耶稣。荣耀尊贵感谢，都归于宝座耶稣。神在，神在，真神羔羊耶稣。神在，神在，真神羔羊耶稣。记载，记载，永在，全能人主上帝，快要再来君王。主啊，我愿你来，尊贵，尊贵，真神羔羊耶稣。尊
真神羔羊耶稣。我们站起来唱。阿门，主耶稣啊，我愿你来。阿门，主耶稣啊，我愿你来。阿门，愿你来。阿门，主耶稣啊，我愿你来。阿门，主耶稣啊，我愿你来。阿门。主啊，我愿你来。我愿你来。是的，主，我们愿意你来，我们愿你这个时候就来到我们的心里面，把你那复活的大能再一次显现在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在今天纪念你复活的日子时，更能够享受你复活的能力，让我们每一个信你的儿女能够有复活的盼望，有永生的确据，有那与你同行的喜乐。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请坐，这是咱要来奉献。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请坐。咱要报告的大声吼，咱请来在这时来介绍一位姊妹吼，蔡素萍姐妹啦吼，伊是许丰义执事的朋友还是亲友吼，蔡，欢迎她来吼，甲咱三甲来做礼拜，特别是这个过活节时吼，
愿上帝平安常常甲伊的吼厝内的人三甲地地吼，欢迎你，请坐，请坐。好，接下来吼，因为咱今仔日无小组啦吼，所以我大概一寡这个报告吼，我上大概有几条咱来报告。第一就是咱接续落去吼，咱等一个有即个放纵吼的练习吼，所以有放纵请咱老婆来参加吼。过来第二吼，就是咱消息报告方面，就是咱下主日吼4月24吼，咱是咱设教43周年的感恩联合礼拜吼，嘛是共款10点来吼，咱要合堂来礼拜感谢上帝吼，伫即个过去30几年、43年安尼长长足足吼的恩典。哦，施落伫咱中英教会甲每一位的兄弟姊妹的身上吼，咱就常常感谢，甲有即个吼来敬拜咱的上帝，尽心尽力伫伊的事工顶面吼。所以第43周年的感恩的礼拜吼，请咱特别来注意。第二季的即个天窗剑吼，第一季应该是第一季啦吼，迄个已经完成，请咱。来交互即个不明弟姐妹啦，来认证。第四迄个 YMCA 圣乐团啦，特别伫即个孙爱光教授的迄个带领，要伫4月25号5点星期五要伫德业怀恩堂内底来举办。搁6月初6有即个国家音乐厅的韩德尔神剧约书亚要来演出请咱即个会当去咱来欣赏甲来学习因所练习的一切社长就特别甲咱邀请啦好过来咱集体交通方面请咱继续为着咱国家的情形特别疫情的温度一直升悬虽然有伊的原因，总是咱求助人民伫咱台湾的即个所在互即个疫情会当控制伫咱所一定的程度内底啦袂失控去也求助，互咱会当大家照顾好咱家己的身躯，互咱会当继续伫圣殿来敬拜咱的上帝。若第二，咱也特别为着这两个国家会当和平来相处互即个互国甲国会当用听用原谅。来互相来互即个世界会当得到和平。咱也特别为着吴聪明甲吴世军因两家咱也为因即家庭的健康、信用、学业起居来带导即咱等者咱话伫咱接下来咱要来看今仔日的金句啦咱来读两解，请咱来做伙来读两解。我时时甲恁讲，一粒麦若无伫地里来死，就犹原一粒若定，死就结实济济。过来一摆，我时时甲恁讲，一粒麦若无落伫地里来死，就犹原一粒若定，死就结实济济。约翰福音12章24节。这是咱要来吟上营389首。389首，咱吟诗煞要请周牧师来甲咱祝祷，请咱起立来吟上吟。请大家压头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交通，甲引带伫每一位信者的心肝头，并且
领阮会当行伫耶稣基督的路站，对伫你所互阮的目标，阮一步一步挖滚你，互阮会当成做你的囝儿，互阮会当见证你伫地面上甲阮斗阵活伫。阮安尼恳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请坐，这是咱来领受圣歌队的祝福。这是咱来行平安的。各位友吼，今日过偌济吼，小等咱的同工吼，伫后面来发复活节的彩蛋吼，所以大家会使。团潮早一点比早开始搞。好。好好。咱中昼吼，因为无法度伫教会食，但是咱教会有准备饭团吼，大概伫11点20会到，所以大家吼，小忍耐者。然后咱后面即马吼。有咱的同工已经在发彩蛋吼，那每个一个人的话，我们就拿一颗彩蛋，然后带回去，好。